而家我哋繼續參觀呢個 Woodie's 嘅55.5平方米，598尺，3間房套房之餘，仲要係明緊廚啊，緊廚。咁啊，我諗呢個面積600打下有3房套咧，港島區更加即係好少啦供應。咁呢啲嚟講咧，收租啊各樣嘢一流。校網咧屬於港島灣仔12區，周邊亦都好多名校林立。呢個係有裝修嘅示範單位，但係一入到嚟咧，其實少少門關位。咁啊，跟住洗手間客廁嚟嘅呢邊就，咁其實簡潔啦嚇，木紋再襯托翻嗰個色彩顏色嘅配搭咧係好舒服嘅。咁嚟講咧就呢度咧就飯廳跟住客廳，咁啊長方形嘅設計。咁呢邊咧其實會有間房，咁其實單邊位啊，咁景觀嚟講咧呢個3房咧應該係成個樓盤嚟講最開揚嘅位置啦。樓底夠高3.5米，咁啊其實 L 角窗啦，將所有嘅光線景觀一入到木房就可以睇到晒啦。做完衣櫃，做完床，咁其實仲有啲位置剩嘅，大家見到空間咁唔可以話好闊大，但係足夠用，因為畢竟都係590幾尺，55.5平方米。呢個係廚房啦，廚房長形嘅設計相對夠用嘅。咁另外再望翻呢邊咧就係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嚟講咧有套廁明廁嘅設計，咁呢邊咧其實有個凹位咧可以做到衣櫃嘅，做到頂。咁當然啦，呢個衣櫃唔夠嘅，咁呢度咧其實都顯示咗咧做咗衣櫃噶啦。咁嚟講咧2個衣櫃，咁我諗都係會足夠啦。呢度可以做一張梳妝台。咁所以嚟講咧就感覺空間咧絕對係實用嘅，因為畢竟都係1200幾萬啦，600幾尺。咁同埋廳嗰度咧有個對流窗。咁啊，有足夠嘅光線空間啦。咁啊，仲又有融入埋一個露台啦，3合1啦，隔離冷氣機、煮機。呢個位置嚟講咧，趟門咧，將成個空間咧帶入咗喺廳入邊。咁景觀嚟講咧，呢邊咧係可以望到馬場嘅。如果高層嘅話都開揚咧，對面出嚟學校低層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其實呢度擺啲台啊、凳啊，或者可以欣賞下繁華璀璨嘅跑馬地夜景。或者灣仔嘅璀璨夜景都可以。咁呢個3房嚟講咧，就感覺一定正。